早上10点一到，社区妈妈们陆陆续续来到习婆庙，准备开始缝制酒娃娃。多漂亮一点哦！老中青3代齐聚一堂，分工合作，有的剪布料，有的裁缝，各司其职。因为这一个个小娃娃工细得很，一定要有留了0.8公分的缝缝。这是我们要做的是这一个头，酒娃娃的头，我们还要塞棉花。戴着老花眼镜，手脚利落的缝制。她是刘玲妹，今年60岁了，带领大家一块干活。在里头，年纪虽然最年长，但心却不老。小灯啊，桌台灯啊，做才看得到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吃力的。可是我们是偏喜欢这个东西，有吃力的来讲，我们还是会很耐心的去把它完成。拥有这股热忱，就是因为酒娃娃是当地人以习婆庙为出发点所想出来的。据说只要小孩不好带，就来习婆庙求平安，小孩就能平安长大。酒娃娃也从这个时候被赋予幸运的意涵。我这边拜拜，然后都要还那个钱，就是保平安的一个福，要还这样的一个，那是可以把这个碎布花的碎布呢，把它做成小小的一个娃娃，就变成是酒站头特有的一个产物，赋予它生命，它就是酒站头的一个小朋友。这个利用客家碎花布制作的酒娃娃，不仅每个表情造型不一样，还有自己的身份证，更要替它取名字。9大武、9层层、9层塔，应有尽有。重要的是，别的地方买不到。带他们法国的朋友来这酒站头啊看啊玩啊，然后认识了这个习婆庙之后，那时候没有心动，回去之后又想不对，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然后太有那个生命的一个意义。台湾的朋友再帮他寄，所以他一次呢就寄了20个。为保有自己的地方特色，社区妈妈们努力发想、装点故事，让客家文化更多姿多彩。透过婆婆60岁的眼，看尽客家之美，再以孩子16岁的心，勾勒客家的青春。习婆庙里的酒娃娃，许给我感动时刻。